代表台南广播社咱大家请安，感谢咱过去对广播社文字事工的关心。咱在广播社除了出版广播以外，咱即摆咧出的新港国读经运动这的材料，包括青少年这的新港讲，是有真济这物件，拢是需要透过文字透过影像来传达福音，互大家会当伫现代社会内面，搁再通过无共款的物件来看。文字是要激起大家人的反省，当然当时通过文字所咧讲的，无一定，互每一个人拢满意吼。就种当时伊的文字咱在文章当时是当时会讲较咸，当时讲着哪一支刀去插着人的内心。爱听的人感觉讲伊会反省，但是无爱听的人感觉讲你哪会用文字拢咧刺插别人吼。所以文字的事工当时伊若像双面的来剑对有反省思考能力的人，伊听起来感觉讲，这对我来讲有警醒。总是当时你若是用无共款的角度来看这个文字的时阵，会感觉讲无法度通去接受所以经营文字。这事工的人当时是真苦痛吼，心内真孤单。伊要写这个文章，还是要用这个文章的时阵，伊会想讲这个写落去，毋知会拄着偌尼大的困难，还是讲偌尼大的反对。事实上，这几年中间，广播社伊原有拄着即款的困境，特别对一寡较敏感的议题，当伊。刊登这个言语、这个文章伫促请教会做反省的时阵，为教会听袂落去。上界大的、上界无好的结果就是讲，安尼阮以后无要甲你奉献啦。就是讲用奉献来做一个恐吓，讲阮无甲你奉献。你若讲的话无介意阮听，阮就无爱甲你奉献。我想即款是，若用安尼即个标准来看，伫旧约时代先知所讲的话，可能无一项是。当时的百姓爱听的吼，所以，但是上帝话就是安尼，不管人爱听毋爱听，若是上帝爱先知讲，先知嘛无迄个自由讲，我无爱讲。你若讲无要讲，上帝若是要用你走到天边海角，上帝嘛是甲你掠倒转，就那像用那共款。所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应该用心来去反省，通过这文字来帮助咱，提醒咱。所以，伫做这文字事工的人，需要咱搁较大的支持，也感谢过去咱的教会对这文字事工一直的支持，互因虽然伫迄个困境中间，犹原会当感觉讲要有温暖，会继续搁安尼行落去。今仔日我用这段经文，要甲咱三个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扫除心灵的本色，然后来找着听。咱来读约翰福音，四福音内底约翰福音的时阵，伊是真注重耶稣的人性甲神性。伊知影耶稣是100%的人，嘛是100%的神，两方面人性甲神性拢爱真平衡，袂当忽略任何一方。总是伫初代教会第2世纪、第3世纪的时阵。教会界确伫耶稣到底是属人，还是耶稣属神？即个耶稣的人性甲神性方面起了真大的争执。因为当时有人讲，若是一个神，伊无可能成做人，因为人有人的软性软弱，成做人伊无法度通好拯救人，所以伊敢若是神，真重视即个神性，所以。约翰福音虽然伊强调耶稣的人性甲神性两方面拢袂当忽略，总是面对当时的教会内面，还是讲一般的人无承认耶稣的神性迄个神性迄个部分的人，检采教会伫迄个教导顶面，伊就爱较注重迄个耶稣基督的神性的部分，会将耶稣基督的神性的部分，甲伊讲较济，甲伊提较悬。所以，因为安尼久长落去了后，互人感觉讲，咱亲像耶稣伫人正做人即个前面的行为，还是讲伊替人来死即个部分，煞无去讲着，还是较无遐尼重要。所以，
约翰的批信，咱咧讲约翰的批信，甲约翰福音无共款，就是约翰的批信，就是约翰一书、二书、三书的作者，伊就是为着即款的处境，当时教会将过头来注重耶稣的神性，无去小可甲忽略着伊的人性的时阵，伊对即款的现况来做出一寡回应甲修正，所以伊强调耶稣是一个真真正正出世做人。所以，伊甲咱人共款，拢有人即款的生命，伊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伊毋是敢若神那定。总是伫当时的教会，就是因为内部发生即个现况，有的人强调耶稣的神性，有的人会强调耶稣的人性，有的人是感觉两边一定爱真平白来讲，所以伫教会内面就引起了无共款的看法。无共款的看法就引起共一间教会，也是教会界内底真困难维持迄个合一，所以教会就产生分裂。那分裂的人当然伊会讲对伊较有利的即个部分来强调，所以内部就引起一场支持者的互相的分化，即款的竞争。伊感觉讲耶稣是神性，较重神性即方面的人，伊就讲即个神性即方面一直讲去。要互家讲较平白的人，伊是主张着爱较平白来讲，所以教会内底变做分裂。所以约翰批信的作者，就是要通过伊所写的批书信的内容，要帮助当时教会信徒来抵挡遐个想要分裂教会、引诱人离开即间原来即个教会的这个事件。其中有一项的论述，就是讲基督徒的群体。伫拄着分裂的时，不管你怎样分裂，总是你伫即个基督徒的群体内底，应该要活出彼此相疼的生活，这是生命上界好的见证。不管人安怎甲你讲你毋对，不管人安怎甲你支持，总是成做一个基督徒，你要用生活做伙即款彼此相疼来见证出来。所以，咱来看彼此相疼即个教导，伫圣经的中间是有非常侪的记载，表示讲，即个功课伫当时的教会嘛不致欠缺，因为人总是有人的软弱甲软弱，会为着家己的私欲，将家己摆伫所有的代志的顶面，即款用自我中心的生活的时阵，彼此相疼就当是会成做一个口号那点。彼此相疼即个功课，毋是干那早前第2、3世纪迄阵教会咧强调，就是到即摆的教会，我想咱犹原要是咧不断学习，要怎样彼此相疼。咱伫教会界内底，当时迄个台湾话音有真共款吼。咱讲有人讲吼，伫支持讲毋是啦，看袂到迄个彼此相疼，是咧彼此相拼吼，就是讲互相伫迄个所在是咧拼来拼去。今仔日个教会犹原是面对共款，有面对无共款的议题的时阵，若较严重，教会嘛会分裂。咱伫百几年来，咱的教会界的成长，中间有一项咱安尼笑笑来面对这这现实，毋过心内却有迄款安酸酸吼，就是讲咱的教会成长有一项成长叫做分裂的成长。分裂就是讲无。咱知影，咱教会若有意见无共款，看代志无共款，即阵的人甲迄阵的人变做袂合，安尼就出去，一间教会就分裂做两间，即个叫做分裂的成长。伫咱的成长的过程中间，即款的例嘛是袂少，也是讲咱的教会嘛有搁拄着一款的情形，内部还袂甲分裂，毋过差不多是迄个分裂的边缘。所以，约翰批信的作者对当时的教会信徒有勉励，即款的勉励伫迄个分裂的中间，不管伊是拄好要分裂，还是已经分裂了，互相咧抢迄个羊，迄个过程中间，即款的勉励，因应该伫生活中间活出迄个互相相疼即款的价值。我想，到伫今仔日即款的价值，对今仔日的教会犹原相当有效。检测当时的教会领导者较重伫信仰的理论的即款的论述，
到底耶稣基督是属于人，还是属于神，还是半人半神，还是完全的人完全的神？伫迄个所在论述，那论述的时阵，难免彼此会有批判攻击，所以伫外人看起来，还是伫教会内底看起来，感觉哪会着讲甲安尼，互人感觉讲，那像是一个信仰群体内底已经失去迄个听甲合一即款的见证。所以作者要爱信徒对信仰生活中间来画出彼此相听，兼且用安尼会当来化解彼此的对立，也就是讲，免得因对无共款的角度来看代志，也是跳出原来迄款的考起来即款的框架，自然就会当找到解决的方法。基督徒如果若无常常反省、更新咱的信仰甲观念，就会互咱的心灵内底充满着真济本事。就算讲是咱真勤读圣经，也无一定你真捌圣经这话就互互你的生活变做较喜乐，也是讲就会互你的家己的生命会当换出个较有力的见证。咱有看到真侪基督徒，因真后背圣经，总是用圣经落来，互因的话讲话变做那亲像来剑，咧伤人搁较厉害尔。就是讲，你平时啊，咧讲人、咧批评人的时阵，你是用一般的言语，毋过对有一寡基督徒来讲，伊咧批判、咧用刀咧杀人的时阵，是搁用圣经的话做来剑杀人的时阵。我想，若是圣经互人真做安尼来运用，我想就失去迄个圣经原来迄个意思。我想今仔日要用几个较轻松的故事，甲伊串联起来，来说明咱伫生活上所可能碰会到遮个代志，也检测咱也拄好咧经历遮个代志。希望即几个故事所要带互咱的教示，会当互咱有一寡反省，互咱诚做一个久长的基督徒，咱感觉讲，安尼生活应该袂歹，还是讲？已经定型落去，所以咱真困难去接受一个新的处境改革的时阵，安尼，这个信仰是需要调整。我想咱在座若是差不多60岁以上的人，大概对古早的教会的情形，应该还阁有一寡理解。古早的教会差不多风琴，甲钢琴，慢慢变成钢琴。即摆有鼓，有吉他，有吉他。那还有印象的人，当那60年前，可能吉他还无法度通去进入教会内底，因为感觉讲，伫弹吉他的人拢是迄个佚佗囡仔，吼，古早拢头走唱的吼，迄个拿卡西的迄款，感觉讲要敬拜上帝，哪会当将迄款的乐器摕来圣殿内底，即款是袂使。但是咱今仔已经观念有改变，咱当会当互吉他进入咱的教会内底，敢毋是？感觉用各种的乐器来敬拜上帝。搁另外，过去咱也有，嘛是过去的年代，咱毋知影对动球咱的看法安怎？基督徒可能做父母，无爱你的囡仔去动球，因为古早拢是动球经嘛，咱拢叫这个动球经，拢是嘛是种差不多迄个佚佗囡仔带去动球经，伫迄个所在，无头路的人带去迄个所在，安尼佚佗，家规定。但是即摆动球已经变做是一个世界的比赛，可能有真济咱的观念已经改变，感觉伊这是一个正式，搁有一个技巧即款的真好的迄个运动，所以咱会通接纳。所以观念若是要改变，你就真困难去接纳迄个物件，敢毋是？但是迄个改变甲接纳迄个过程中间，是一个经过迄个生产，还是讲有经过一个痛苦？我想信仰对咱来讲嘛是共款。咱每一个人的心底内面，无论咱对生出来到即阵活，不管你是活几年，可能咱拢有累积一寡以前所带互来即款的观念，检测伫社会，检测伫教会内面的，甲咱形塑一寡已经继承的观念伫迄个所在，总是迄款的。继承的观念，当时要面对新的时代才生活的时阵，咱感觉讲产生两个迄个张力，迄款的紧张会开来伫迄个所在，直到互咱一直无法度通好去改变、去转化。第一个故事，
要甲咱三甲分享的，就是讲，面对咱即摆有足侪人的生活，拢是朝九晚五即款哦，一礼拜上班5天，透早出去，暗时啊转来，拜六礼拜若是基督徒，搁伫教会内面，你的生活差不多是安尼。哦，了不起就是讲一年中间可能爱请几遍假，然后带全家出去佚佗一下，去露营一下，差不多安尼。其实咱的生活是真固定、真 routine 即款的情形吼。第一个故事是要甲咱讲的，就讲伊即个记载是一个美国伫美东的所在有一个真有名的学校的一个校长，伊做校长做真久，所以有一天伊就甲学校请假请3个月，然后伊就甲大家讲：恁毋通问我要去甚物所在，要去做甚物代志。恁也毋免敲电话互我，但是每礼拜我拢会主动敲电话甲恁联络，甲恁报平安。我好势，我真好势。然后伊就离开，一个人去到美国的南部一个农村的所在，伊要伫迄个所在试过另外一款的生活。伊放弃，伊无人知影伊的身份是一个真有名的大学的校长，所以伊到农村的所在，伊去农场去找迄个主人，要求要看会当拍工的机会无，也是讲去迄个庄脚的饭店去要求讲要共洗盘啊即款的机会，要体会一个无共款的生活。有一天，伊去到一间餐厅，伊找到一个洗盘啊即款的机会，伊敢若做半工尔。老板就甲伊叫过来介绍吼，甲伊讲，我看起来吼，我是当初看你遮济岁，你找工我当将即个机会互你。我看你洗盘嘛洗甲真骨力吼，毋过吼你的速度实在伤慢吼，对袂着吼，所以吼，安尼我无法度通用你，即个钱应该互你，我算互你，但是我无法度通用你。伊就伫迄个农村的所在过3个月即款的生活。一个工课换过一个工课，一个生活换过一个生活。伊去经历了毋捌做过遮个代志，嘛有经过真侪挫折。3个月了后，伊佫倒转来到伊原来的真熟悉即个工作环境，入去办公室去做一个校长，开始批公文做遮个代志的时阵，伊感觉讲，伊过去感觉讲真无趣味、真单调、真无趣味即款的生活。即摆拢变做足新鲜的吼，拢变做足新鲜。工作真做有一个全新的享受，规个人拢充满着活气活力。所以真侪人若看到即个校长，拢一直咧问伊真好奇，甲伊讲：校长几个月无变，无见着，你若像变一个人共款，你到底是去对？你到底是去做甚物代志？那会当3个月以后变做一个人，讲即校长总是拢微微啊笑，甲因讲，敢有安尼？即3个月中间，我只不过是去将我原来积聚伫我心内中间的足侪本色，甲伊清掉哪点？我想对即个故事，咱会当看到，就是算讲一个真有名的一个校长，后当时嘛，互伊感觉讲生活真单调，真无味。无有迄个快乐活力的时，所以伊请3个月假，伫迄个无压力的时阵，伊去经历着以前拢毋捌经历过的生活，伊嘛去经历着人甲人中间迄款的温暖、冷漠，还是挫折，然后当伊佫倒转来到原来熟悉环境的中间，想袂到伊竟然会当得心应手，整个的人佫充满了活力。其实咱每一个人，无论做甚物款的工作，伫同一个工作顶面若做久，对着日子会增加，人的心灵也会积存各种的本色。只有你定期甲伊拍扫清除，若无，这本色会愈积愈高，永远你就无法度通去享受工作还是生活的快乐。检测即个本色就是咱伫一个工作中间，因为竞争足厉害，所以咱想要拼迄个永远要伫公司内底迄个第一，还是讲迄个名利，还是讲迄个虚荣即款的荣耀。然后彼此中间有竞争，所以人甲人中间变做有怨恨、有操烦、有烦恼，这个代志逐
逐日都甲你伫你的心底甲你甜掉咧。你若甲伊放咧，无要甲伊管，遮个物件是愈来愈沉重，是害人佮害家己。那安尼要问就是讲，到底你的心中到即阵，你有发觉讲，你有积聚甚物款的粪扫伫你的心头底？啊，佮有，你怎样去扫除遮个心灵的粪扫，互你的人会当有新的开力？你到底有发现，还是讲你怎样做啊无？第二个故事检测伫今仔日的社会，嘛是真常常会当发生。咱知影，咱即摆有少男少女吼，情窦初开吼，安尼对爱情有足侪幻想。所以，据故事是安尼讲，有一个少女，伊呾少年情开情窦初开，所以看真侪爱情的小说嘛，看真侪即摆诶说偶像剧吼，所以对爱情、谈情说爱，伊真有主见。伊嘛为着家己来定一个将来交朋友的一个标准，伊家己讲宁缺毋滥吼，我要好好啊敬一下。有一天，即个少女伊就甲伊的老母抱怨讲吼，甲伊抱怨讲：妈妈，你甲爸爸结婚偌久啊？老母一个想一个，讲应该是差不多有15年啊安尼吼。啊，即个查某囝听着尔，目头一个角，甲伊妈妈讲：妈妈，你哪会挡会掉啊？你怎么受得了爸爸吼？你敢袂感觉讲爸爸对你真无体贴？啊，即个妈妈就小可奇怪，问伊个查某囝讲：敢有？我感觉恁爸爸对我足体贴的啊。毋过即个查某囝喙一个拄一个，伊讲哪有？我咧看都无共款。迄天你伫你无细日伫浴缸内底跋倒，啊结果咧，爸爸也无去甲你扶，干那掂伫迄个所在问一句讲：啊你敢有受伤？安尼啦，拢无甲你关心，总是老母就微微啊笑，甲伊讲：毋过你敢无发现，对迄天了后，咱若洗身躯了后，拢是恁爸爸较紧的扫把，迄个拖把客的，就去甲浴缸哦，甲拭互干。老母有看见即个动作，总是查某囝伊阁继续讲，哪有？前几工落大雨，你要下班的时阵落大雨，毋过爸爸拢伫厝呢，伊也无敲一通电话问看你有炸雨伞，还是讲开车去公司甲你接，拢无。即个妈妈就讲，那安尼你着毋知。伊讲自从顶边落雨了后，每一工我若要上班以前，恁爸爸拢会将一支雨伞吼，安尼三节伞安尼短短，拢甲放伫我的皮包内底，先检查一下。爸爸有做即个真温暖即个动作。毋过即个查某囝还阁袂死心吼，还阁继续咧甲伊妈妈讲阁有前几工敢毋是情人节，啊爸爸伫情人节也无带你出去食一个情人节大餐，一点仔表示拢无，啊阁爸爸对你无讲介好，啊你阁安尼一直咧为爸爸讲话安尼。即时妈妈就行过去，甲查某囝揽咧，甲伊讲：囡仔，有一天你就会明白，愿意帮你做情人节庆祝情人节即个人，无一定是一个好情人啦。总是遐个袂记即情人节的人，毋过逐日拢互你过甲若亲像情人节的人，迄个可能但是你爱选的人，即个但是你将来适合的人。所以，即个故事嘛咧甲咱讲，对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女，伊可能伊的心内有存在着真侪爱情即款的美梦。对少年人来讲，即摆人较敢表达，拢用嘴讲的。你若看 Line、看 FB 顶面，你拢会当话想你哦，爱你哦，我爱你。这物件拢充斥在他们的在他们对话里面。毋过对60岁以上的人，咱来回想一下，可能70岁以上的人，咱真困难听。结婚一世人，可能嘛无听到“我爱你”3字。哦，咁咱若讲的时阵，感觉讲哦，佮拢会起价无配，这时代无共款。所以，要对这老一辈人来讲，遮呢，咱若老一辈人感觉这太肉麻了吼，就是讲这话我讲袂出嘴，总是音曲会用
行动来表达一世人的疼。啊，当时伫一寡网络上的一寡图片的时阵，我若看到一对年老差不多60、70岁人，因行伫路面，啊两个人手相牵，啊甲翕上迄个背影的时阵，就感觉哇真感动。两个人即款的细水长流，即款的感情，有可能因一世人无听到对方甲伊讲我爱你即款的话，毋过因却会当感受彼此中间的疼，是一世人的疼，所以。因毋免讲我爱你，你爱我，总是因会当庆祝金婚、选结婚50年、60年。毋过即摆的人，我爱你是冲刺足济，毋过1年、2年、3年就离婚的足济，吼。所以无一定讲会出的，就会当维持较好。所以咱来想看觅，到底对一款的疼是咱所爱？约翰一书3章18节到19节才有讲，细囝，咱相疼。毋是干那只有伫言语甲伫喙齿顶面，总是爱伫行为甲实施顶面。对安尼就知咱是属真理的，并且咱的心伫上帝面前会当安稳。听，毋是干那用喙、用字来讲，爱表现伫迄个行为顶面。除非咱扫除遐个无实际的观念。若无，咱就真困难去体会到真正的疼。第三个故事可能检测甲咱拢有哪有关系，咱捌体会到。故事是讲有一个少年囡仔，伊对细汉就是真羡慕别人的家庭，伊拢无爱摕到伊家己家庭的背景，因为即个囡仔。真少年的时阵，真细汉的时阵，老母就过身，所以伊的老爸甲伊请养大汉。总是老爸是菜市仔内底一个在卖鱼的一个摊贩，一个摊贩。所以每一摆当有人问起伊，到底你的厝还阁有啥物人？啊，你的厝的人咧做啥物款的工作的时阵，伊拢讲，拢无爱讲得着吼，伊拢支支吾吾的安尼甲伊带过。伊干那只有甲人讲，阮兜是咧做生意的安尼若定，其他的拢无要讲。后来伊有交一个女朋友，当感情愈来愈好的时阵，即个女朋友想要去伊的厝里甲伊参观，要认捌因厝里的人，总是伊拢甲伊反对，拢用理由甲伊推。有一天下课了后，即个女朋友真好奇，就对着伊即个少年查甫朋友的后壁，甲伊对，看伊下课了拢去对答。伊下课了对迄个黄昏市场去，然后即个女朋友才发现讲，其实即个男朋友的老爸是伫黄昏市场的一个咧卖鱼的人，伊就闭伫一边，远远咧看。即个老爸甲即个囝儿中间的对话，即个囡仔去到地换一束衫，然后甲伊的老爸三个合作，然后伊老爸咧画鱼，然后伊就将即个鱼等互伊的囝，伊的囝过凊抠鱼篮、抬鱼啊，然后甲伊洗好清气，甲伊包咧，伊感觉讲哇，即个动作真伶俐吼，真煞漂，所以。即个查某囡仔看了嘛真感动，伊就走对迄个鱼摊迄个所在，要甲即个女朋友要甲即个男朋友拍招呼，无拍算伊即个雄雄出现的行动，互即个少年的朋友真着一惊，然后伊煞受气，活转身就离开。但是即个老爸毋知影讲，即两位中间到底啥物款的关系，后来。问起来，结果伊知影讲，即个就是伊的后生的女朋友，所以老爸嘛真客气，就拣几只鱼抬包包的，就送互即个伊的女朋友，然后老爸收单了，倒转去，就问即个后生讲：你头拄哪会发生即个代志？到底是安怎？即个囝儿真受气，甲伊的老爸讲，嘛拢是因为你是一个卖鱼的。
即个后生甲伊老爸讲，我身躯边的朋友，我的同学，还是我的女朋友的老爸，因的家世拢袂歹，若毋是做头家、做老板、做经理、做老师，总是我的老爸。只不过对我细汉来讲，伊是一个卖鱼的，我对细汉都爱帮忙去卖鱼、去抬鱼、去赶鱼篮等等遮，我感觉即个工课，互我伫朋友的面头前，我拢头拢举袂起来。老爸听了嘛，感觉真着惊，然后伊的老爸就甲即个囝讲：，敢有影你所有的同学的厝内人拢是有钱人吗？因中间嘛有人是工人的啊，嘛有人是咧卖面的，嘛有人咧做司机的，拢有各种的职业拢有啊。当伊安尼讲的时阵，伊的囝佫大声甲伊的老爸应讲。